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咯喎，咁啊前面佔先嘅馬都仲係呢隻神驅馬靈嘅，響出邊呢有旗幟鬥士啦，外邊揈出去啦，君志成追啦，攝入邊上內欄嗰邊係博愛先鋒，中檔仲有多利神驅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標誌㗎，最後80零米，君志成走甩咗個零3米，沿欄追上嚟嘅嘛，博愛先鋒中間多利神驅啊，接近終點，君志成將後邊嘅對手拋咧打開離香港勝利之門，第2名博愛先鋒啊，第3名多利神驅，第4名係華美智慧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君志成咁啊，終於都打開嚟香港嘅勝利之門㗎啦。後邊嘅馬啦，內欄傳上嚟有博愛先鋒啦，咁啊中間跑第3名係多利神驅，第4名係華美智慧。好啦，第3場賽事贏馬就係君志成啊，10號一係唔贏，一贏呢甩開收韁贏馬。博愛先鋒揸住啲沙田積攞過嚟跑馬地啊，扭個亞軍。跑第3名係多利神驅，第4名華美之威，都啱晒田泰安嗰啲大開大合嘅發揮啦，擺個前列位置入到直路一騎啊彈甩啊，落飛啊，落到6.9啊，但臨尾大傑係12。